鐵嘅車頭咧尖尖地咁，好似火箭咁樣啊！係啊係啊，而且仲好快添，出邊嘅屋啊、樹啊，全部都快到睇唔清啊！張凳咧震下震下咁，好似騎馬一樣啊，好舒服啊！但係咧轉彎嘅時候，身體又會左搖右擺咁，好得意啊！我杯嘢飲放喺張台上面啊，一滴都冇漏出嚟啊！係啊，超級穩陣啊，好安全。之後咧，我都想試下揸高鐵啊，可以帶爸爸媽媽去旅行。好啊，我哋兩個一齊啦！高鐵嘅手語係咩啊？高鐵。星期一手語，下次見，拜拜。